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
元师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OK， 那这平安，咱伫琴声中间安静，准备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心来来祈祷。
来吟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咱即时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咱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发音静声。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试验我，在我的意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活的路。来吟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起立吟全首。
咱犹原徛伫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中道的教会，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用启文第8，诗篇27篇。我来替兄弟来用。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人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钱保护我，将我放伫伊布片看捌的所在，等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布片献欢喜的祭。耶和华啊，我出声求叫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目见我的面。唔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啊，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来祈祷，感谢俄罗主，你是阮的光，是阮的拯救。求主用光引带，将你的道路指示阮，无搁行伫黑暗中，发伫黑暗的关系。主是阮的拯救，伫患难中得到帮助、惠乐，性命得到保护。主是阮的倚靠，阮无搁单单倚靠家己的能力，所以就无惊吓什么。虽然无惊吓，但是独独对主惊吓，所以阮就爱敬畏主，对主忠实，无做歹的事，无犯罪，无污秽。当阮有这时，就紧紧到主你面前来悔改，求赦免。得到清气，勇敢到伫你的面前，羡慕仰望你的面，得到真理活命的话。今仔日礼拜，咱牧师要分享圣经的话。阿当甲夏娃因照家己的想法，无遵守上帝的命令。虽然有听见上帝的声，
藏伫园内的树中来闪避上帝的面。对安尼，阮有属灵的领袖，若是无遵守上帝的命令，甚至犯罪，就无闪避你的神，闪避你的面，来到你面前认罪。由你保护洗清，平心甲你有好的关系，带阮行正直真理的路。明仔载是父亲节，求主赏赐做老爸的有敬虔的心，伫听主甲听人有好模样，刻木真理，用主的话，甲伫圣神的引带内面去做家庭。求主帮助阮做囝儿的敬听老爸，照圣经讲，要尊敬阮的父母，要互阮形同长火烧伫世间。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生活对俄勒教会。
恭读上帝的话，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60到21节。有个人看迄丛树好食，也甲目，搁伫迄丛树是通羡慕，互人有智慧。就挽伊的果子食伊，煞互伊的丈夫，伊也食伊。因两人目睭就开，才知因是吞目癖。就变无花果叶为家己做裙。迄凉冷的时，耶和华上帝加油伫园内，因听见伊的声，迄人甲伊的妇人人就密伫园内的树中，来闪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叫迄人对伊讲：“你伫倒落？”伊就讲：“我听见你的声伫园内，我就惊，因为我吞目癖，就家己秘讲，之最甲你讲你吞目癖，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你食伊吗？”迄人讲：“你所互我做伴的妇人人。”伊用迄丛树的果子互我，我就食伊。耶和华上帝对妇人人讲：“你所做是什么事？”妇人人讲：“蛇引诱我，我就食。14节，耶和华上帝对蛇讲：“你已经做这个，所以你受咒诅。比一切精神甲山野一切走兽较重。你要用腹肚行，一生食土粉。我要互你甲妇人人结冤仇，你的后裔甲伊的后裔也结冤仇。伊要伤你的头壳，你要伤伊的骹后端。”佮对妇人人讲：“我的确大大加添你怀孕的艰苦，你要艰苦生囝，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伊要管辖你。”也对阿当讲：“你已经听探你的妇人人的话，来食我所吩咐你讲，你毋通食伊的。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一世人劳苦，才对伊得到食。土地要为着你发刺皮，甲积泥，你也要食园内的菜色。你要汗流满面，才通得到食。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迄出来，你本是土粉，也要归伫土粉。”迄人甲伊的某号名叫夏娃，因为伊做正人的老母。耶和华上帝为着迄人甲伊的某，用皮做衣服，互因穿。以上。我心天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灵光，一生我也主。
讲道，今仔牧师陈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你所做是啥物事？兄弟平安。今仔日是爸爸节的主日，大圣要来做所有做爸爸的，讲爸爸节快乐。伫咱人生的中间，咱有真多的即个疑问的即个代志，遐个代志也常常困扰咱。圣经中也有真侪即个疑问的即个经文，这个疑问的经文大部分甲信仰、甲生活有真密切的关系。我伫读的时阵，有发现讲，遐疑问的即个经文，大概会通分做4大类。头一类就是上帝还是耶稣对人所提出的即个质问，亲像伫创世纪第3章8节，上帝人讲：你伫倒落？你伫什么所在？耶稣伊伫一个目睭青迷的即个巴底麦时阵，耶稣问伊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马可福音10章46节到52节，这是头一类上帝，也是耶稣对人所问的这个问题。第二类就是人对上帝，也是耶稣提出质问。摩西上帝讲为什么找我来到这个所在？出来记第5章22节到23节，伫好撒玛利亚人的譬喻中间，迄个教律法的先生问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路加福音第10章29节，这是第2类。第3类就是人甲人中间互相的对问。亲像约伯记中间，约伯甲伊3个朋友的即个对话，往往伫对话中间，也得到信仰人生问题的答案。所以伫约伯记第4章到31章，咱有看见约伯甲3个朋友伫遐互相在对问，发现到人生苦难遮个问题。搁伫回答即个财主的难题的时阵，这学生真惊吓对耶稣的教导，所以彼此对问讲：安尼讲来，什么人会通得到救？安尼讲起来，什么人会通得到救？这就是耶稣学生互相对问这个问题。伫马可福音第10章26节。第4类就是人问家己的问题，人问家己的问题。摩西面对上帝对伊呼召时阵，伊出来记第3章11节，摩西讲：我算什么？我哪会通到伫埃及法老的王将以色列百姓甲因带出来？保罗使徒保罗伫困苦的中间。伊讲：什么人会通救我脱离这会死的身躯？罗马人书7章24节，保罗也家己咧问问题，问家己问题，讲：我要知影讲什么人会通救我脱离这个会死的身躯？使徒保罗在问这个问题。咱会再去所读的圣经，创世纪第3章6节到21节。是属于第1类的问题，就是上帝人所发出的这个问号，所问的这个问题。要解释，要来说明，要提出上帝话，伫这个时阵、这个所在有迄个意义，
也是古早所发生的代志。古早上帝话对现代人有甚物信息，有甚物意义？因为咱知影圣经这个年代离开咱新约已经1900几年的时间，啊，1900几年上帝话，也是搁较早上帝话。今仔日咱21世纪，咱徛起伫台湾，伫即个时代，伫即个所在，到底上帝话对咱有甚物意义？这就是上帝话现代意义。咱就要通清楚知影讲，上帝过去伫古早时代特别的所在所讲所行遮的代志。今仔日咱住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时阵，到底对咱有甚物信息？有甚物意义？有甚物帮助？啊，捌有一个趣味，主日学的故事。有一天，主日学生在读即个创世纪，爱电园的故事的时阵，老师讲完即个故事以后，问学生讲，都一位学生知影讲，为什么上帝讲食了迄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人就会死？有一个学生马上真紧举手甲伊老师讲：“老师，我知影，因为迄丛分别善恶的树，迄个果子有农药，有农药。”学生安尼马上应老师。这虽然是一个真有趣味的故事，也反映实在的问题，就是树的果子，因为咱这个过度的开发。也着要用农药来保持这个水果会通真安尼好势来成长。所以，意思到真侪果子过头的这个农药存在，妨害咱的身躯。互咱台湾是较进步的国家，对这个农药的这个规定愈来愈严，要农药存在过头的时阵。就要禁止来卖，禁止来出口。创世纪一本的经典，上届安尼吸引人的故事中间一项，可能就是咱已经所读一段圣经，描写人一个蛇引诱下面，食迄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树的果子，引起上帝的这个受气。上帝质问：当咱咧读创世纪第3章的时阵，咱真爱小心注意一项代志，就是圣经的这个编者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阵，特别是第3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出人间各种的罪恶、各种的痛苦、各种的灾难的原因。因为人拄着极大的痛苦，特别这个事实即款问题的时阵，为着要解释人的死亡、人的事实，面对妖恶的痛苦而遐努力。这个故事《创世纪》第3章，就是解释一个真主要的因素。咱会再去读这段圣经，可能发现到《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就是罪已经出现，罪已经出现。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有安尼写，讲耶和华吩咐迄人讲：园内逐好树的果子，恁通来食，当是迄个分别好歹的树，迄个果子毋通食，恁食的时会拄着死亡。所以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上帝明明吩咐讲，所有的果子通食，但是分别好歹的果子树的这个果子，你毋通食，因为食了，恁会得到性命的危险。所以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互咱看见罪恶的黑暗的世界已经来到伫人的所在。罪是甚物？咱知影即个罪原来意思，
就是讲咱有时在写即个表吼，即个有一个表啊，内面有10分、9分、8分、7分、5分、6分，即个圆的即个写表吼。啊，你若无写到迄个10分、迄个中央、迄个核心的所在，迄就是咱的罪。所以就是讲，咱也下伫即个核心上帝的教示。所以罪是即个背逆上帝，做上帝所无欢喜咱去做的代志。罪也是咱无满足伫上帝予咱啊，罪也是一种的怀疑甲骄傲。所以咱看见蛇对即个妇人讲，上帝敢真正禁止恁食园内迄个任何果子树的果子嘛？蛇对妇人提出即个疑问挑战，讲上帝敢真正有安尼禁止？但是咱知影，伫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上帝明明有安尼禁止，但是蛇伫遐挑战上帝的权威。所以伫创世纪3章1节，伫遮蛇已经伫遐伫引起人犯罪的即个原因。怀疑对人的心中产生以后，就是咱会合理化咱家己。会想讲，真正上帝敢有安尼禁止，上帝敢有安尼规定，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咱也常常会安尼做。咱想要做一项明明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的时阵，咱也会安尼讲：上帝敢有安尼禁止，上帝敢有安尼甲咱讲，毋通去做遮个代志。咱会想想，上帝敢真正安尼讲过？上帝敢真正会安尼做？无爱服从上帝，爱背叛上帝的动作，就马上因为安尼怀疑，就出现伫咱中间。所以创世纪第3章的故事，互咱看见人有一款的软弱的性格，明明知影讲毋通去做，但反倒转故意去做，表现咱讲哦，我有自主性。我有能力，另方面也在表示讲，我无遐尼含慢，啊，我毋是乖乖牌，我会通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所以咱会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当我若欢喜就好，有啥物袂通去做？啊，这是咱现代社会真侪遮个青年人的想法。讲，敢若我欢喜就好，我毋免管其他遮个原因、遮个因素。也是用圣经。使徒保罗，伊也知影伊即个罪的出现，也提出即个罪的严重性，甲可怕，通对一个人的内心有真大的即个挣扎，有真大遮个内面的艰苦，内面遮个奋斗，遮个挣扎。所以保罗伫罗马人书第7章15节到19节。以及24节到25节安尼讲，我竟然无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偏偏无去做；我所万分的歹，我反倒去做。我若做我所无愿意的做的事，我就不得不承认律法是对的。既然是安尼，我所做的并不是真正是我在做。是我内面的罪得做，我也知影，伫我的内面，就是我的本性的内面无有好，因为我有行好的意愿，却无行好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好，我偏偏无去做；我所无愿意的歹，我反倒转去做。并我苦啊，我会做人，什么人会通救我脱离这个会死的身躯？感谢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会通救我。这罗马书第7章15节到19节，24节到25节，互咱看见保罗伊内心的这个痛苦、内心的挣扎、内心拄着这个应该去做无去做，无应该去做的歹，反正去做的这个挣扎的时阵，伊感觉。真艰苦，讲好啊！我会做人，什么人会通救我脱离这个会死的身躯？
感谢主，互咱看见保罗伫即个挣扎艰苦中间，伊找到一个真清楚的答案。伊讲感谢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会通拯救我。保罗伫即个困难挣扎的中间，伫罪恶要引诱伊的时阵，伊遐真艰苦，真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伊体会到上帝通过主耶稣来拯救伊，互伊知影讲，毋是靠家己，毋是靠家己的能力才调来解决所面对这问题，就是靠着上帝通过主耶稣的拯救的气力，互伊会通得胜到有存。所以头一项咱看见，即个罪恶的出现，即个大对妇人人所提出即个挑战，已经进入伫人的中间。第二项，咱要来三角思考伫创世纪第3章8节到13节，讲你所做的是甚物事？你所做的是甚物代志？在即个故事内面，咱看到人的本性软弱当上帝因为人的背逆来追究即个责任的时阵，无人肯负责任来担起伊所做即个应该负的即个责任，反倒转将即个责任往别人的身躯来推卸责任。当咱看见即个上帝在切问的时阵，亚当将即个责任归乎伊的妇人人，伊的太太。那安尼，伊过来愈来愈大胆，将上帝也加入伫即个代志的中间。所以伫遮咱看见第12节3章12节讲：你互我做伴的即个妇人人，互我规矩，我就食。伊将即个责任归乎伊的妇人人，归乎伊的太太。伊讲：你互我做伴即个妇人人，互我规矩，我就食。将责任归乎别人。伫即句话中间，互咱清楚表明讲，亚当无承认家己所做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伊将整个的责任推卸转移到伫伊的妇人人、伊的太太的身上。佮提醒上帝讲：即个妇人人是你互我做伴的妇人人，伊叫我食即个果子，我就食啦，我无啥物责任。伊甲上帝讲，因为你所做的即个妇人人带来即个灾厄，带来即个艰苦。上帝就问即个妇人人讲：你所做的是甚物事？上帝是提出即个疑问的记号，讲你所做是甚物事？咱看即个妇人人回答上帝讲：迄个蛇引诱我，所以我就食。亚当归乎夏娃，夏娃归乎蛇。伊讲：迄蛇引诱我，我就食。妇人人回答，甲即个查甫人亚当的回答相款，将责任归乎别人，归乎蛇，来控告蛇，来引诱伊，来骗伊。忽然看见迄创世纪的编读者，用即个戏剧性的即个精彩对话来描写规个即个情况、规个情形。头一个情形就是人推卸责任，无愿意承认家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责任，无愿意担家己所做即个应该尽的即个责任。第二项，互咱看出人毋但推卸责任，也控告上帝创造即个蛇来引诱即个妇人人，妇人人互伊食即个果子，直到以后犯罪。查甫人因为讲上帝创造妇人人，伊才会出遮个问题。妇人人讲蛇会引诱，互伊受安尼骗。所以伫遮咱看见，无论查甫女的，拢无愿意讲因违背上帝所规定的，讲毋通食即个分别好歹果子树的果子。伫遮互咱看出，互相提责任，
第三项，互咱看见，不管男女，拢无忏悔，祈求上帝的赦免。啊，这是一个真正问题所在。但也做毋到，应该伫上帝面前来祈求上帝赦免。咱看见大鼻王做毋到时阵，伊受人家指责的时阵，伊知影伊做毋到，马上伫上帝面前忏悔认罪。所以咱看真侪诗篇，啊，大鼻所做诗篇内面看见，伊真侪忏悔认罪者的诗篇，互咱知影大鼻王真水的信仰，就是伊知影做毋到，伊无伫遐推卸责任。伊反倒转伫上帝面前忏悔认罪，得到上帝赦免。所以，伫古早时阵发生这个代志，现代咱生活伫即个时代，21世纪的人也会拄着这样代志。当咱有困难，拄着无法度承担的即个艰苦的时阵，也是咱家己做毋到代志时阵，有时咱无检讨咱本身有啥物疏忽。有啥物毋对，有啥物做有够所在，反倒转将这责任来推互别人，啊，讲别人来利用我，还是别人来互我陷入伫罪恶的中间。这款毋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因为推卸责任并未减少咱的应该尽的这个义务。也袂减轻咱做的这个罪恶感，敢若会加添上帝的受气，上帝无欢喜，上帝责罚。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上界拄到伫社会上界悲哀，也是互咱艰苦心的代志，就是真少人愿意承认伊家己所做者毋对。啊，所以伫咱台湾真少有官员讲。啊，因为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毋对，啊，自动下台来承担伊所决策的毋对的这个责任。啊，常常讲啊，这个错误是别人做的，啊是正念的人做的，所以伫遐伊无啥物款的责任，无啥物应该负担的这个代志。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变成一个无负责任的社会。讲白贼。正做咱文化中间一项真深的这个问题，所以咱的社会也因为安尼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互相袂通信任，互相推卸责任，正做互咱的生活无安全感，互咱的生活也是遐安尼推来推去，毋敢来担当咱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这个责任。做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做一个基督徒，咱真重要。这个信仰生活的态度，就是咱知影家己做毋对了，也承认、愿意接受，因为咱所做这错误来所带来这个刑罚啊，这个结果。咱相信讲，只有这款的信仰态度，咱才会通得到上帝赦免、上帝怜悯、上帝帮赞。咱知影，咱人无可能一世人拢无做毋对的代志。伫不知不觉中间，咱有时会得罪上帝，辜负别人。但是咱知影，咱得罪上帝、辜负别人的时阵，咱就要勇敢承担咱所做迄个责任。知影咱毋错误，咱伫上帝面前忏悔认罪，祈求上帝的赦免、上帝帮咱，互咱因为上帝赦免。好打继续行咱人生后前的路灯。最后一项，咱看见，本来是伫爱甸园欢喜快乐的这个生活，今仔日已经失去，自乐园失去这个农园的欢喜快乐。所以伫创世纪第3章14节到21节，男的、女的，因为做毋对代志。彼此推卸责任，结果无论蛇、女的、查甫的，依其生活的这个土地受上帝的刑罚。所以创世纪第3章14节到21节，清楚描写讲，
这个蛇所受的这个惊恐，就是讲第一用巴肚来蛇来行，食这个土粉。所以咱看这个蛇拢是土骹底蛇，食这个土粉。有人看见伊后代甲蛇做对敌，佫增加怀孕的艰苦，生产的时阵迄个艰苦。所以咱古早一句话讲，若生赢烧酒芳，生死安怎？四地放。吼，迄意思是讲，你若生啊真成真好势，安尼大家欢喜快乐来庆祝。啊，若生了无好势，迄个囝儿也是没老母，有可能就丧失这个生命。互咱看见这个蛇因由妇人所受的艰苦，查甫人安怎？咱看见圣经描写讲，伊一世人伫爱劳碌汗流满面，才会通得到饱。搁较严重的，连迄个土地也受咒诅，要生出即个刺皮质个，袂通来耕作。这是咱看见人犯罪了，失去long远的欢喜快乐，人所得到的释放。所以咱看到即个创世纪第3章的即个描写，对14节到21节到20到19节，互咱看见上帝的宣判，就是上帝对蛇所讲的即个话，上帝对妇人人，上帝对查甫的当所讲的话，也上帝对土地的遮的刑罚，讲要刺皮甲质个，也要食园内的果子，你定爱安尼汗流满面，才会通得到食，互你归土，因为你本来是对土摕出来，所以也要归伫土。所以伫遮咱看见人犯罪所拄着即个的后果，当上帝发出讲你所做是甚物事的时阵，结果互咱看见产生人无法度想象的后果。原来欢喜快乐的即个爱电龙园，变成失去愿望、失去快乐的即个失龙园，失去龙园的欢喜快乐。所以今仔日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学习的过程中间，伫咱信仰生活的过程中间，当上帝问你讲，你所做的是甚物事的时阵，你的反应，我的反应，会关系到咱甲上帝的关系，也会关系到咱灵命成长，以及咱信仰生活的品质。当上帝问这个妇人人讲，你所做是甚物事的时阵，就是上帝要唤起人，会通清心来反省咱所做的到底是甚物。求上帝帮助咱，通过咱会早起所读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这个罪毋是过去发生了定，这个罪恶今仔日也发生伫咱中间。当咱遇到这个问题，上帝所问这个疑问的这个记号的经文的时阵，毋望咱会通过安尼来得到信仰的反省，也因为信仰反省，互咱会通更较坚定倚靠上帝，得到上帝的帮助，继续来行咱人生的道路。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阮逐礼拜三甲主日敬拜服侍你的时阵，感谢你，互阮通过古早所发生的代志，得到信仰的反省甲帮助，也互阮彻底来思考，当上帝在问阮的时阵，我要安怎来应答？我无亲像当时即个亚当夏娃用推卸责任来回应上帝所问的问题，也帮助阮，互阮会通用正确的态度回应上帝对阮所问的问题。伫问题中间找到真有愿望的答案，互上帝会赦免，上帝帮助，
继续伫阮的生活中间来引带阮，因为阮今仔日的生活搁较复杂，阮会拄着阮所学担当的事，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因为上帝的话过去所发生的，会通成做阮的感觉，互阮的生活充满盼望，充满上帝你的施恩祝福。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吟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迄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感谢。听者奉献郑淑胜执事刘罗仪执事书献。
伫天顶的爸，阮河顶的欢喜，你会当做阮的天爸，保守阮、照顾阮。你伫阮最近伫威胁的中间，疫情甲对敌的威胁，你拢一直保守阮，互阮会当平安、安然、自在伫遮，搁来敬拜你。阮感谢你，你使互阮每一个人有老爸，用伊的智慧来教导阮，用真理，互阮行伫真理的道中，阮受你无河顶的稳定甲无比的疼会保护阮，真正感谢你。即阵阮也要奉献阮10块金钱，互你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阮来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来报告，周报第3面，咱的事工的事项表，请担当的兄弟家己看。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来，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亲信，坚固到落尾。就有份伫基督。希伯来书3章14节，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亲信，坚固到落尾，就有份伫基督。希伯来书3章14节，因为咱若坚固到落尾，就有份伫基督。希伯来书3章14节。咱看第4面，第4面教会消息。感谢今仔日礼拜，咱永祝牧师带领咱主理讲道。今仔日礼拜中有庆祝父亲节，教会要净善礼物，爱本人。有出席才会当领取。即礼拜甲后礼拜2礼拜的时阵，咱拢会当发即个礼物，恭贺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今仔日礼拜3 11点半到12点，丰和弦乐团伫1楼的中庭遐有管乐分享会，欢迎兄弟来听。机车放伫个中庭的，把机车刷开。第4点，伫1楼的交易厅有义卖秋梅40罐，有机秋梅，每罐500块，买1罐送1罐的洛神花。全部遐个收入做奉献，感谢奉献。咱感谢罗章辉、洪庆美、邱乐夫妇的奉献。后礼拜日邀请大专中心的林嘉欣牧师来主理讲道。第6，后主日是圣乐纪念日。感谢圣歌队筹备礼拜内容，甲担任服侍甲献诗。第7，后礼拜3 12点半开8月份中集会。第8月10日就是后礼拜日的4点。
有一个活动，就是鱼菜共生，7点准时伫教会出发，每一个人400块，报名到今仔日第9点，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到8月28日截止。办公室提申请表。第10点，后主日要举行8月份的寿车庆生，名单请家己看。看第5面，这团契消息，妇女团契，咱一个11点20有聚会，是年会甲改选。家庭团契11点40聚会，兄弟团契今仔特别要庆祝爸爸节、母亲节，所以第5点的时阵有一个团契聚餐，也请家己看。兄弟团契搁每一礼拜六暗时8点有读经的时间，主题叫做伙来读经。即马读到《使徒行传》第7章。圣歌队后礼拜7点半练习，下早练习，为要准备圣教主日才会诗歌。佮特别后礼拜因为是圣教主日，才会流程内底有足侪诗歌，所以咱爱9点15，咱的兄弟就提早出席。出席的时阵先搁练习遮所有的诗歌，安尼搁练习一遍。所以9点15爱麻烦恁会记得，提早出席。第5，少年团契妇女团契伫8月20拜六9点到12点举办灵修会，邀请蔡三雄牧师主讲。咱不止团契的客友，嘛欢迎咱的兄弟来参加。参加的报名费100块，郭放义接受报名。出来读经开始，已经开始有停1站所以呢8月25 7点半开始新学期的课程。来看关爱协会的消息，咱台中区有一个诚诚实森林计划，咱教会申请过去有补助，搁兄弟呢邀请兄弟来参加维护的工作。咱看第6页，等一个关怀为咱的兄弟带倒的。伫后面迄个所在有顶礼拜奉献的报告有错误的财务部长来反映错误的去更正安尼才会报告。咱即马报告刷呢，今仔有特别的日子，就是明仔载是父亲节就是爸爸节，咱会庆祝，咱教会真好的这个传统有送礼物给爸爸，咱要送礼物进前咱要请牧师呢来祝祷，祝祷煞祝祷煞，咱有管弦乐风和弦管弦乐的一个演奏演奏的庆祝甲祝福，伫庆祝祝福的时阵，大家拢坐咧好欣赏，这个演奏结束呢，要搁请爸爸起立来送礼物给爸爸。安尼咱即马做爸爸的、做父亲的请你起立，牧师要祝祷，来做爸爸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想使阮有老爸老母来养育、来栽培阮。
互阮会通中大成人。因为咱在即个88节时阵，阮的教会今仔日也庆祝即个节日，互阮会通为着所有做老爸，迄个上帝你所想事，身躯勇行，也心神欢喜快乐，互阮会通用主你的教示来教育阮的子女，也互子女也会通来听父母。也得到上帝你的施恩赐福，长岁受伫世间生活，感谢你的听，也求你赐福所有做老爸的，因为上帝你恩典满满伫中间，配合着上帝听伫阮的中间，阮也互相分享上帝听伫逐所在，恳求你继续扶持带领所有做老爸的，领受上帝无限的恩典甲听头。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咱在场的所有爸爸起立，来敬上礼物，请起立。
来介绍新的朋友。咱拄听到真水的音乐，大提琴、小提琴的来遮的琴手分享互咱听的。今仔日大提琴手廖雨晴，请起立。小提琴许芳玉，请起立。今仔阁有真特别，看今仔司琴无熟悉，第一遍来教会司琴安尼感谢主会当担任这个司琴这个工课。今仔本来是陈洁仪临时代替，因为昨接到的消息有确诊，所以有确诊所以呢邀请伊的朋友来代替安尼爱为祈祷。昨呢实在是临时接到这个通知我嘛会担忧，搁紧张啦担忧就是讲伊确诊，唔知安怎无，紧张就是临时一个代打唔知配合会开话啦感谢主安尼搁真顺遂啦洪昭轩今仔琴手，请你起立，互大家看一下。搁介绍3个朋友咱新来的朋友林培琪。林培琪，请感谢，欢迎你来。这个姊妹王玉才，两个那是做伙来是无？好，真欢迎。搁一个先生王志伟全家4个人伊是这4个毋乃是专家，我都毋是报告唔对是小提琴的学习班啦全班都在学小提琴，是不是安尼？好，欢迎恁来安尼介绍，咱介绍线呢要来遗体的代祷啦遗体代祷咱先开周报上第6面。第6面遐有真侪身体欠安尼，才需要咱来祈祷搁有咱的主题呢，升级的才有这个主题，遐的名册第2点遐，第1点就是咱的牧师呢，伫8月28要伫天金教会的就任教育牧师。安尼，咱请起立来做伙来祈祷。阮伫遮三角祈祷，阮开喙出声来祈祷。主阮今仔伫遮咧祈祷的时，其实阮心内阁有一件真大担忧的代志。就是这礼拜，伫阮的国家台湾发生真大的事，就是阮对华的政权用炮弹短包，我们用你的话来回应这的代志。虽然有兵丁阵营要攻击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兴起兵丁攻击我犹原安然自在。咱四面受围，却无被困住；心内有患难，却无得失望。主啊！阮有你的话，成做阮的坚固甲安，阮都无惊吓。颠倒，阮要搁再为对华的政权国家来祈祷。因是14亿人口的国家，
阮知有大部分的人拢受到这个政权的压迫的困苦，尤其阮知内底有基督徒就业的因素，但是伊嘛受到这个包围分别。主啊，阮虽讲知影迄是人口真济国家，阮犹原要为因祈祷。求主你行公义、爱人民，伫这个国家内底，求你改变政权，互因正做离开迄个受要甲压迫专制的政权。主啊，阮要搁为因百姓来祈祷，互因遮的百姓悔改得救，安尼就是真正的改变。主啊，阮知虽讲迄个国家阮无介意，但是上帝叫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降予好义人，也予不义的人。所以，阮爱有这个心志，搁有这看见，来为对方的百姓来祈祷。阮嘛要为着阮遮病痛的兄姐来祈祷。阮伫病痛的兄姐列出来是真济，身体无好的，嘛有确诊的，嘛有住院的，有临时会。住院还是伫厝底休息的苏纯福、石林明业、姊妹、黄银妹姊妹，这种种足济，阮知因年岁较济的时，但是伫身体无好的中间，阮也求你因会当内心日日换新。虽讲这个艰苦是暂时，佮艰苦。看开是真大真大，但是呢，阮知主啊，你拢有你的旨意，要伫每一个人的心上病痛中间，因通要显出主你的荣光，要互因得到无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主啊，阮拢知，大家拢爱经历身体身躯的病痛。但是，伫阮这个中间，阮大家搁爱较倚靠主、亲近主，伫阮的心智日日换新。阮属灵的活命，求主你坚固阮，嘛求你坚固阮每一个人的身躯有病痛的主啊，通因也是阮迫切为因祈祷，通得到医治。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行平安礼，来。请坐，请坐。来吟上营圣诗509首，何乐天地万福永源，请起立。
愿父囝甲圣神上帝恩典、怜悯甲平安，甲恁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田角山搭仪式。一次次许的梦里，三
しつつお庭に